各位今天來到彰化的養鵝人家，找尋農民好聲音啊，不是啦，是要來找一位正常的人。聽說他家有種近2000棵樹。我是黃成全，大家叫我成全，請多多成全。我帶恁來看我這片園啊，看我平常到底攏做什麼工作。我這片雙樹園吼，攏種了4種的羅漢松，攏種有種1000幾丛，要到2000丛的樹啊。平常和阮某佇這片園啊，順一下樹尾有去斷去無？水有去減去無？順一下草啊，看有傷長無？藤啊若傷濟，就甲慢慢摳摳咧。而且咧顧這片園啊，眼睛無代誌的時陣啊，上大的興趣就是看紅人榜。無迄禮拜才有，平常就是家己啊，甲阮某攏會唱卡拉 OK 啦吼。佇這個紅人榜推出這個農民擂台賽的時候，我就感覺機會來啊，我就趕緊去報名。今天嘛，拄好有機會帶大家來看一下這片園啊，環境也算真清幽吼。希望來紅人榜會當有好成績。願意守護你每一夜，每一夜，你感覺將心來交換。你若無愛我，哪會看我若生命？偏偏最後情債我一人擔。情義痛心相對看，你將心帶走，刺鎖留予我。愛你若苦，若心痛，若孤單，只是無你的我，怎樣活？這呢熱，我有深深愛過，深深心痛。是緣也是命，情義痛心相對看，你將心帶走，刺鎖留予我。若心痛，若孤單，只是無你的我，怎樣活？今夜的雨這呢寒，這呢大，我有深深愛過，深深心痛。好，黃成全先生吼，了解。哇，無簡單啊！聽到你的證照啦，啉到你的茶啦，吼，還有安尼為印度來的這個，真的是讓我們大開眼界。那今天的歌曲呢，真的是非常有感情，因為你歌聲騷騷，你歌聲真有特色，為你講話就聽得出來啊，所以你唱的時候，我就感覺哇，足有感情的。啊，但是今日較可惜，可能緊張。嘿，傷緊張啊！所以迄個拍吼，佇迄個第一段的所在呢，就出了較出彩的所在。但是無講安尼，就你唱毋好哦，私底下你絕對唱了更較好。只是講上台
的人真正無共款，迄種緊張無共。啊，若有朋友甲你講，哎喲，啊你哪會安尼，手敢若會安尼落拍安尼，你就講有才調，你去你看覓，嘿，去你都無共款啊，嘿，所以你是會當徛起來足無簡單啊，吼，真正真好。黃成全先生，啊，我覺得你唱這個歌哦，最大的特色就是哦，就是人生的味道哦，就滿滿人生的味道。這一首歌你從頭到尾哦，都很像，好像第一次談戀愛的感覺呢。哦，你想說到了這個年紀哦，然後全是感情哦，還像少年 gay 的感覺哦，這個是很特別的。相對之下哦，你旁邊就站了一個哦，就是可能很久沒有談戀愛的人。